来看国立台南大学一间实验室哦，伫昨暗9点外火灾，因为当地有真侪徛街，台南市的消防局随着出动15台的消防车，30多人去抢救，加载是无人受伤。这边暗时9点外，台南市消防局接到通报，台南大学一间伫庆中街的实验室发生火灾，消防局出动几架消防车去拍火。因为靠我徛街，消防局赶紧派15架车、30个人去抢救。伫消防人员全力拼拍火之下，火势伫昨暗10点7分拍花，后续就赶紧收尾和排烟作业。它现场是燃烧，就是等于是锂电池回收之后做的一些材料的干燥、烘干机的机器设备所引起燃烧的。警方勘查现场是2盏楼管 RC 建筑，嘛是台南大学实验室。初步了解，可能是学生伫实验室内底要甲材料好好打锁底，加在有及时发现，赶紧甲拍花。我们是在做这个电池回收了，再把材料在做烘干啊。场无设置警报器，加在无人受困嘛无伤亡。目前消防局当咧调查起火原因和财务损失。记者综合报道。